喂，各位小科學家，你哋好啊！今日我有個超級好玩嘅消息要同你哋講，係咩呢？就係 Croucher 科學周啦！呢個科學周係一個免費嘅活動，有好多神奇嘅科學實驗同表演，仲可以喺網上參加，係由求柴基金會搞㗎。佢哋想俾你哋發現日常生活入邊嘅科學秘密，超有趣㗎！喺科學周裏邊呢，你可以親手試下做實驗，例如點解天係藍色嘅？點解彩虹有7種顏色？仲有好多關於環保同動物嘅怪趣話題等緊你，世界級嘅科學家會出場表演，用好得意嘅方法講解科學，包你聽完笑到碌地。想加入呢場科學魔法秀，好簡單啊，去 Croucher 科學周網上報名就得㗎喇，完全免費，但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快啲叫爸爸媽媽同你一齊報名啦。所以小科學家們呢，準備好未啊？4月7號到4月25號 Croucher 科學周等緊你去探索科學嘅魔法世界，唔好遲到，快啲行動啦！下次見，拜拜。